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3章，你着写批予撒狄的教会的天使，讲有上帝的7个神甲7粒星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行为，人讲你得活，其实你是死。着醒起来，加强得要无去的气势仔，因为我看，伫我的上帝面前，你的行为还无完全，所以着为记得你所领受、所听到的，着遵守，着悔改。你若无醒起来，我会亲像贼来，你一定毋知我什么时会来到你遐。毋过，伫撒狄还有一寡人，因的衫无拍拉衫，因会穿白衫甲我做伙行，因为因会坎得。得胜的人上款会穿白衫，我一定袂对活命册甲伊除名。我会伫我的爸甲遐个天使面前公开认伊的名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。你着写批予菲拉铁菲的教会的天使，讲圣洁搁真实，掌握大笔的锁匙，开就无人会当关，关就无人会当开。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行为，你看，我已经伫你的面前，甲你开一个门，是无人会当关的。我知你简单有淡薄气力，却有守我的道理，毋捌放任我的名。你看，撒旦的集团，因自称犹太人，其实毋是，是遐个讲白贼的。你看，我要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，因就知我疼你，因为你有遵守我的道理，吞忍到落尾。我嘛要保守你，脱离迄个试炼的时。即个时得要临到全世界，来考验住伫地上的人。我念咪到，你所有的着坚守，才免有人甲你的花冠摕去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诚做我的上帝殿内的跳，伊永远袂阁离开。我要将我的上帝的名，以及我的上帝城，就是对天顶我的上帝遐降落新的耶路撒冷的名，甲我新的名，拢写伫伊顶面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。你着写批予老底嘉的教会的天使，讲迄位阿免忠信搁信实的见证人，上帝创造的君源，安尼讲：我知你的行为，你无冷无烧，我较爱你，看是烧还是冷。既然你若论烧，毋诚烧毋诚冷，我得要对我的喙甲你呸出去。因为你讲我好业已经大发财，拢无欠客，你却毋知你悲惨、可怜、散赤、失明，搁赤身裸体。我劝你对我要经过迄个锻炼的金，通互你好业，搁要白的衫去穿，才免互人看到你褪褪的见笑，嘛要药膏抹你的目睭，互你袂看见。我所疼的人，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，所以着热心，着反悔。你看，我已经徛伫门外咧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，我要入去找伊，甲伊做伙食，伊嘛甲我做伙食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互伊甲我做伙坐伫我的宝座，像我已经得胜，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。有
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。